接下来我们了解散文朗读的题型，这种题型会给我们1分钟时间来准备。这时我们要先找出客家的特征词以及入声字与有合唇音的字，把这些字挑出来后，一个字发一个音，不要多讲也不要少讲，读的时候读字音，不要转成别的同义词来读。把握好以上这些原则，就可以不疾不徐有节奏的读出来。比如这一题，为了七家改抗天，爱良路啉阿妹又去18尖山行路改习惯，顺啥你也看该看，当一行还是未绕到冇强容改风景，有一摆看到青岛人那等入人机翕冇天，我未行過去，掉鬧熱。原來係50條，地方方數年，別空作到。拄好係釣媽老釣公搞辦改事件，釣公喊等衝兒轉來本釣子時，本釣媽背出去捉衝兒，50條釣媽出去一練，愛19分鐘，有時節8點鐘就還冇轉來，這時釣子就會偷淡淡兒倆看該看，就像成日兒望唔得也愛夾夾轉來強讓，該讓兒食材很神奇，愛倆到未偷我，緊看釣子，心肝肚緊門，釣媽讓喊唔轉，釣子會餓壞哦。愛到配等釣子，偷茫茫兒地界等釣媽喊衝兒轉來，有一屆路過嘅阿伯小愛倆到，正經係一群昂釣兒地界看釣子。以上圖大家讀解就係口語測驗散文朗讀嘅題型，一則詞一則音，清清楚楚，老上潤調音好來，相信大家都做得有當好嘅成績。